今日咧跟住我嘅鏡頭，同大家一齊嚟睇下呢個中山市區嘅項目，叫做展瑞光月灣嘅。咁佢呢個樓盤咧，依家係現樓交付嘅狀態。嚟睇下呢個完工嘅園林，係一個中式嘅一個園林設計嘅。接落嚟咧，我帶大家一齊去睇下89方到162方嘅3房到5房嘅戶型，一齊啦！歡迎過嚟參觀下你即將嘅屋企啦。嗱，呢一度咧係建築面積152方嘅一個5房戶型，佢係做咗個複式嘅。雖然話152方，但係咧佢贈送面積非常之多，所以咧實用係去到210方嘅。我哋嚟睇下佢贈送響邊個位置。入門之後咧，子母門啦，呢啲係豪宅嘅標配啦。呢度咧有個設備嘅平台位置係屬於全贈送嘅，可以講咧好多香港嘅樓咧呢個房間都已經係大過主人房噶啦。咁呢個戶型咧做到前後南北對流，佢喺大陸咧好多係將前邊呢個陽台推咗出去，望住啲花園綠化，其實係好唔錯嘅。咁餐廳客廳咧係做到對流之外咧，廚房喺呢個位置，呢個廚房咧都好闊落噶。中西廚啦，同埋呢個洗手盆位置咧，都做咗一個贈送嘅空間處理嘅。咁我哋睇下入邊嘅房間，呢個戶型咧係一共2層嘅，2樓咧係做咗一個全贈送嘅一個空間嘅，1樓咧依家目前係做咗2個套間。當然咧創意樣板間咧佢係做闊落咗，其實每個房間咧係夠晒闊落嘅。如果你想做翻5個房間冇問題噶，望住小區嘅園林綠化，其實都好舒服噶。展瑞光月灣咧，響中山嚟講，已經唔係第一次開發呢個樓盤啦。大家都知道，中山嘅豪宅大片層咧，展延天鑽啦，同埋商場天熱 Coco City 啦，其實都係出自呢個開發商之手嘅。嚟睇下呢個主人房嘅一個闊落度，其實佢加謀衣帽間完全係夠晒用噶。依家咧係將隔離嘅客房咧打通埋，做咗衣帽間，依然覺得係非常之闊落大氣嘅。呢個衣帽間咧，佢本身係客房，當時報建咧係做陽台，做到送一半嘅面積嘅。依家睇翻咧，依然係顯得非常之闊落。我哋一齊上去睇下2樓呢個全贈送嘅空間。嚟到2樓咧，我哋可以睇下呢一個空間，全部係送俾你嘅喎。依家咧係做咗個兒童房套間喺度嘅。咁除咗呢個套間咧，衣櫃啦、洗手間啦，都係有賣㗎。大家都知依家青少年咧，有時候係中意自己有一個獨立嘅空間喺度嘅，有種神秘感喎。房咧就睇完啦，想知道更多嘅衣食住行方唔方便咧？接落嚟同大家一齊介紹下。展瑞光月灣位於石岐區民族東路，亦都係旗杆新城嘅核心區域，中山北站 TOD 商務區，坐深茂高鐵3站咧就可以去到深圳啦。可以講交通係非常之方便嘅，1000米咧就可以去到中山北站。坐深茂高鐵從中山北站到深圳機場只需要25分鐘，半個鐘就可以去到廣州、佛山，交通非常便利。項目去到山姆只有1000米嘅距離，去到歡樂海岸主題樂園亦都只需要1500米，親子樂園一站式。周邊3公里呢就有10大優質學校。光月灣打造5大主題架空層會所，採用國家1級資質萬科物業，24小時為你服務。成個樓盤呢有89方到107方到120方同埋162方嘅3房到5房嘅一個戶型可以選擇嘅。咁非常之豐富嘅一個戶型呢，總有一套係啱你噶啦。一個同大家展示嘅呢係89方嘅3房2廳2衛嘅一個客廳，裝修非常之溫馨，而且呢有個露台望出去呢，成個園林其實係非常之舒服嘅，低層都唔錯。咁廚房出去呢有個露台嘅，入邊呢係3房2個洗手間嘅。呢一個房間呢，當時係報建做露台，半買半送嘅喎，即係有一半空間呢係贈送俾你嘅。另外2個房間呢，有個飄窗位置呢，都係揼咗佢，做大咗房間嘅一個面積㗎。所以成個房間雖然話89方，但係咧實用遠遠唔止㗎。呢一個呢，就係主人房啦，空間感都好唔錯㗎，望住花園小區，非常之舒服。睇完89方同107方呢，呢一種118方嘅4房戶型其實都好舒服㗎，7米幾嘅大陽台喎。入邊咧係4房2衛嘅一個格局，呢個客廳咧其實好溫馨㗎。入門之後咧，呢度仲有個 U 型嘅大廚房，採光非常之唔錯，有個咁大嘅一個廚房，屋企聚餐冇問題啦。入邊咧係4個房間嘅，
可以睇下嗱，展瑞江月灣咧呢度佢贈送嘅面積全部都係響房間啊、客廳入邊嘅，佢同第四代住宅咧係唔一樣，因為第四代咧係贈送響露台啦，響前邊入戶花園位置啦。咁啱先呢個房間咧係有一半係送俾你嘅，呢個咧就係主人房套間啦。百零萬咧就可以攞低大裝修嘅3房，亦都可以攞低毛坯嘅5房格局，固然非常之多選擇。如果你近排揾緊中山嘅樓咧，可以長按上邊二維碼添加我嘅 WhatsApp 或者係 WeChat， 或者打下邊嘅聯繫電話聯繫我啦。玩轉大灣區睇樓，記得揾毛毛咯。